八段錦口訣與功效：一、雙手托天離三招。動作：吸氣，雙手反掌上舉至頭頂，吐氣收回至腹部。功效：疏通三焦經絡。二、左右開弓似射雕。動作：蹲馬步。雙手掌心向外推，吐氣回原位。功效：伸展胸廓與手臂經絡。三、調理脾胃需單舉。動作：單手上舉，配合呼吸，另一手自然下垂。功效：促進脾胃功能，改善消化不良、便秘、脹氣。四、五勞七傷往後朝。動作：頭部向後轉，眼睛看向肩後，配合呼吸。功效：疏通頸椎與肩背經絡。五、搖頭擺尾去心火。動作：搖頭擺尾，腰部帶動，呼吸自然。功效：疏肝理氣。六、兩手攀足固腎腰。動作：雙手向下攀足，保持腰背伸展，呼氣時慢慢回位。功效：強化腰腎，改善腰腿酸軟。七、轉拳怒目增氣力。動作：握拳怒目，呼吸配合。功效：增強氣力與臂力。八、背後七顛百病消。動作：抬腿輕踩地面，脊柱微微抖動，呼吸自然。功效：促進脊柱伸展，疏通任督二脈。這樣就耍完啦，辛苦晒！互助同心助老樂。